早晨嘅陽光輕輕穿過樹葉，露珠喺草葉上閃閃發亮。音樂森林慢慢醒嚟啦，綠色螳螂嫣然用觸鬚拉響小提琴，清脆嘅旋律飄滿成個森林。啄木鳥東東飛到樹幹上敲出節拍，害羞嘅青蛙咕咕站喺荷葉上輕聲唱歌。蜜蜂彈豎琴，甲蟲吹小號，樹葉沙沙合唱，小動物們用音樂講早晨，成個森林都好開心，好熱鬧。突然，一團灰色霧氣悄悄飄入森林，所到之處，聲音慢慢變淡，消失。嫣然拉唔出聲，東東敲唔響，咕咕唱唔到歌，靜音漩渦吸走咗所有聲音。呢個時候，嫣然踩斷樹枝，咔一聲，靜音漩渦竟然微微後退。原來用身體都可以打出節拍，大家一齊用腳踏，用翼拍，用腮鼓，組成節拍戰隊，齊齊向前，整齊有力嘅節拍衝向靜音漩渦，砰一聲，漩渦爆開，彩色音符到處飛舞，聲音翻晒嚟啦！音樂森林再次充滿歌聲同樂聲，小動物們手拉手，開心歡呼，齊心嘅節拍最強大，只要團結一致就可以戰勝任何困難。